难，嘉宾需轮流坐着补助，以后建为完成指点的拗考练嘅题目。随时脑筋若是心智无够活动，就小心头壳开血咯。嘉宾被分为3组进行挑战，第一组邓志章，第二组重新陈伟之，第3组黄文生波尼。树顶一只狗，树卡一只狗，哎，来一只狗狗惊波，不狗狗也走，狗也走，唔知是狗惊狗，也是狗惊狗。OK， 来维持。树顶一只狗，树卡一只狗，狗囝落落来爬着狗。来，狗也走，唔知是狗惊狗，是狗惊狗。来，波尼，不公平啊！狗囝落落来爬着狗。来，这样，小弟只狗，我呢只狗，狗驚係咪？我落條狗，狗又走，唔知是狗是狗，是狗，來，這樣，一飛落陰尖，OK，陰尖，哎呀，使。小峰比我有才華。 OK，來，我一直比我水。喂，哎呀，滾嘛，本身點搞啫 OK，來，只狗，啊，你我唔是排位啦。玻璃俾我摁到。哎，這樣會變排位，你講話，滾到不？小峰福建話比我強。哎，我是村長沒關係。我一直比我大賽。我無斯卡紋身，一定要對打波斯卡。我無聽我呢沙波斯街頭毛。一飛唱個前排聽啊！來，做那個，哎，個滾到不？哇，小峰，快點，小峰 ，OK，隨便 ，OK，我一直